大台南会展中心外，民众撑起阳伞，顶着烈日排队。透过空拍画面，让人惊呼，就像是贪食蛇，人潮翻倍成长。今天大概排了1个多小时，动线的部分我觉得可以再多改善。我大概3点左右才入场而已。1年1度的台湾文博会汇集超过570个品牌，近700个摊位，不少人都把握最后1天的时间来买心仪的商品。刚才去逛那个卡波啊，然后又去看了一下阿啾小剧场，比较多是明信片跟贴纸，霸轩、小美或是阿啾。根据文化部统计，这段时间总共创造12亿产值，相较去年成长大约8%。除了主展区，还延伸到市区，由文化局规划概念展区类森地，还设计原创 IP 行阿喵，让参观人数突破去年来到62万人次。这段时间台南的观光或者是住宿而言等等的这种相关的消费力，我觉得都很惊人。文博会其实我们是夜间开馆嘛，大家知道其实夜间开馆其实是我们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其实也借此去盘点一个我们的不管是古迹或者园区在夜间开放的可能性。这届文博会是商业结合文化创意的最佳典范，不但全方位展现台南的文创软实力，也替台南400文化行动发展出夜间文化的机制。记者说怀台南报道。